羽毛球同乒乓球有咩共通點？除咗都係有球拍之外，原來都係可以做善事。由香港匯賢扶輪主辦嘅冰羽共融同好同樂運動同樂日，就一共吸引咗超過200位運動愛好者以及同學參與。唔單止可以籌款，仲可以有唔同嘅體驗啊！冰羽共融呢個運動賽制呢，點解叫冰羽呢？就係乒乓波加羽毛球，都係入學校裏邊呢，希望透過運動，真係嘅運動，而帶動身心靈嘅訓練嘅。所以我哋有大人同中學生嘅混合，成個活動呢，我哋希望呢由運動，我哋本來咧成日都係爭勝嘅心態，而令到你喺比賽裏邊調整自己。一個運動員啦，咁佢其實要面對唔同嘅挑戰啦，諗下橋點樣可以贏到呢場比賽，去打緊逆境波嘅時候，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，自己嘅心理質素要好啲啦，亦都可以追趕翻個分數啦，甚至可能贏埋嗰個冠軍翻嚟添。咁所以呢啲嘅安排，全部都係透過呢啲咁樣嘅運動啊，去讓佢哋可以做得到嘅。活動計劃有多個分站，第一站就響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舉行，透過多元體育活動推廣社區共融同身心健康。同學仔會夥拍唔相識嘅大人一齊打羽毛球或者係乒乓波，互相合作、互相包容啊！喺呢次經驗當中，我可以學到唔同嘅打法，交到好多唔同嘅新朋友啦。咁除此之外，呢個慈善活動我都覺得係好有意義嘅。咁又可以幫到其他人，又可以做下體育，仲可以用打波嚟幫到其他人咧。我覺得呢件事係非常之有意義嘅，而且咧參加啲活動可以同到唔同嘅人一齊去切磋同埋合作啦。咁我就覺得可以提升我嘅團隊合作嘅能力。唔單止冰同羽活動，仲有閃避球、頌缽、無人機足球試玩，更加有蒙眼乒乓波嘅共融體驗環節，感受一下失明人士做運動嘅感受啊！